喂，大家好，又係我開陣啦。嗱，咁今日咧嚟到加州花園就同大家睇一間筍盤啦。咁呢間我身後面呢間咧就大 A 嚟嘅，實用面積1371尺。咁跟住一個有花園通道位嘅646尺嘅花園啦。咁因為佢有花園通道位啊，咁所以你嗰個前面呢個門口嘅泊車空間咧就好寬敞嘅，仲要咧安裝埋叉電噶啦。咁住得屋仔而家買架電車係正常噶嘛。咁而家事不宜遲啊，同大家入屋去參觀啦。呢間屋門前已經自帶2個入契車位，側邊仲有花園通道，一路由呢個花園通道行入去呢，就係後花園。而由正門入屋呢，前面做咗少少嘅屏風位，跟住就係一個高樓底嘅中空客廳，有個大嘅玻璃趟門係通返後花園，採光度十分之足夠。右邊牆身呢，就適合擺放一啲大型嘅梳化啦，茶几大少少亦都可以擺得落。側邊樓梯底位置偷空咗，業主呢度擺咗一 set 鼓，得閒夾下 band 都唔錯。另一邊牆身呢，就可以擺啲大型嘅電視呢，做投射亦都適合嘅。而佢嘅後花園呢，亦都比較方正，有部分嘅種植區，空氣嘅流通亦都唔錯。跟住由樓梯上去1樓，上邊呢就係飯廳嘅空間。飯廳係一個長方形嘅設計，適合擺一啲長形嘅餐台。左手邊第一個門口呢，入邊就係客廁洗手間，有窗，屬於明廁。再前少少，做咗一個開放式嘅廚房，收納位置都係比較多嘅。呢度呢亦都係採取咗明火嘅煮食。而飯廳呢一度望出去呢，就係加州花園嘅內街。而飯廳前邊呢度呢，仲有少少嘅透光磚添，可以將客廳嘅光線都引入埋飯廳。今次介紹呢間屋呢，其實個質素呢真係唔錯嘅。如果大家有時間，可以約我去睇樓啊。開放式廚房入邊嘅空間呢，其實都適合3-4個人下廚。工作台面同埋啲飾櫃面都係好乾淨企理。值得一提，客廁入邊其實可以做埋企缸添㗎。再上半層就係主人套房啦。呢度除咗有套廁，亦都附設咗一個露台仔。套廁入邊採取咗企缸嘅設計，而睡房入門口嘅左手邊就做咗一排嘅衣櫃，有個透光窗係望返後花園嘅空間。當然6尺嘅雙人床亦都可以擺得到，做到3邊落床效果。套廁入邊亦都係有窗，屬於明廁，露台仔可以得閒出去唞下氣。再上嚟就係客房樓層，一上到去樓梯對住就係浴室洗手間，有浴缸嘅配備。呢度有2間客房，剛才第一間客房呢係附帶咗一個露台仔添，而另一個客房呢仲有少少凹位可以作為衣帽間。而2間客房嘅 size 呢其實都相若，亦都係一個長方形嘅設計。如果有需要，其實2間房可以打通做1間大房添。A 形積亦都分開前後天台，天台上面嘅空間亦都唔細。好多嘅業主呢都會擺啲洗衣機或者乾衣機喺呢個天台嘅部分，喺度曬衫，一定陽光充足啦。大家如果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記得快啲聯絡康臣啦。多謝晒，拜拜，下次見。